最近咧，有啲人咧就會問我：老師啊，咁啊啲童星咧，其實喺細細個嘅時候係好出名嘅噃。咁點解到佢長大咗之後咧，完全咧就冇晒佢嘅知名度啊，甚至咧就已經係唔火啦咁樣？其實呢個咧同你成個劇本咧有好大關係啦。另外一樣嘢咧要注意啦，其實人嘅運啊，包括你嘅明星啊、創作力啊呢啲咧，其實係一個時段性嘅。如果你提早出名咧，唔一定係好事嚟嘅，後邊唔一定可以堅持得嚟嘅。所以啊，我哋嚟講咧，認識咗自己劇本喺邊個方面係要主力出擊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咧盡力咧係做好自己個 part。如果過咗嘅話，你可能冇發揮過嘅噃。如果有啲童星嚟講咧，嗱你可以睇得到，佢係喺細細個嘅時候咧，可能行名譽地位嘅運嘅話咧，嗱呢個過程中咧，佢係可以咧提早係出名嘅。當然啦，如果個劇本可以持續嘅話咧，佢一樣去到長大咧，都會俾大家認識，同埋一樣能夠咧就係成功嘅。但係其實呢個例子咧反而係特別少嘅，可能10個嚟講，只有1個咧能夠咁樣去成功嘅。大部分嚟講咧喺童星嗰個方面咧，哇好出名啊各樣，到佢成年啦，反而咧開始落幕嘅噃，因為佢個運已經係轉咗啦，可能係用另一個方面。因此咧，其實我哋睇一睇自己個運喺邊度係爆發點，嗰個時間我哋把握下就可以嘞噃。但係如果你錯過咗咧，就算你行緊喜用神運都好啦，有機會一事無成嘅。呢樣嘢咧就一定咧要睇一睇成個劇本，知進退咧先可以成功嘅噃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